擁抱山海，樂活無限。今日就等我 Ida 帶你睇下新鴻基地產傾力打造嘅全新住宅項目西沙 Sierra Sea。呢度唔單止坐擁西貢絕美山海景觀，更首創可持續跨代設計理念，為你同屋企人打造真正經得起時間考驗嘅理想居所。而家就等我一齊嚟了解下呢個融合咗智能科技同人性化設計嘅示範單位。首先，我哋嚟睇下兩房一座10J 單位，實用面積453尺。一入嚟可以見到單位冇玄關位，視覺上更加寬敞。另外，大門用 Locky 智能門鎖，出街就唔使再擔心冇帶鎖匙返唔到屋企啦。門後面更有收納櫃同鞋櫃。轉個身，我哋睇埋呢埲牆，佢係隱藏式次級告示板。Sierra Sea 嘅開放式廚房就為你帶嚟全新嘅烹飪體驗。德國牌子 Bosch 雪櫃，升降拉籃俾你輕鬆咁拎高處嘅廚具，小型嘅摺疊梯隱藏喺櫃體入面，等你有需要嘅時候拉落嚟就可以拎取頂層嘅物品。呢個 L 型嘅工作台面採用咗高品質嘅石紋材料，唔單止耐磨易清潔，更提供咗足夠嘅備餐空間。廚房配備咗呢款7合1智能微蒸烤焗爐，蒸、烤、焗、微波等功能一應俱全，滿足你對美食嘅所有想象。同著名電器品牌西門子嘅嵌入式電磁爐配搭拉燙式抽油煙機，等你盡情發揮廚藝。行入呢個寬敞明亮嘅客飯廳，6米超長空間配合2.45米嘅開寬闊度，俾你隨心所欲咁擺放唔同家私。地面鋪設嘅淺色石紋瓷磚唔單止美觀大方，更有抗菌易清潔嘅特性，為屋企人健康保駕護航。樓底層與層之間嘅高度最高為3.325米，比一般屋苑高。行出露台可以見到鋪設咗環保木地台，同室內地台完美拼接，既環保又美觀。加高嘅欄杆設計，俾你可以安心咁享受戶外時光。無論係朝早望住出面個景，嘆杯咖啡，定係黃昏嘅時候望下寫意日落，呢度都係你放鬆身心嘅最佳場所。跟住我哋介紹洗手間先，因為今次其中一個大主題可持續跨代設計理念喺浴室呢個區域完美體現。防滑地磚、安全扶手、感應式地腳燈，呢啲貼心嘅設計細節，俾長輩同小朋友都可以安全使用。每個房門都有靈活門框設計，主人房夠大夠闊，亦有個工作平台。呢啲貼心嘅設計細節，處處體現咗 Sierra Sea 嘅用心。仲有 Sierra Sea 自己會所有成168項活動等緊你。最後鍾意呢條片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如果對示範單位有興趣，就記得搵我 Ida 啦。下次見。